咱中央別個財產攏全部中央。咱出較濟錢，土地咱的，這個上錢入國的經費。文化局每年編列預算，補助中央接手的台南市美術館二館8000萬，未少議員攏感覺無合理，議員蔡耀輝更是頭白被報條抗議。剛剛攏收去，聽者就攏收去，所以我7600萬，我主張吼，賣無同意。好的收走，歹的留予市府。南美館二館去年各項收入5000多萬，無上半用予中央了後，文化局的預算只會當省2000多萬。台南市副市長葉泰山率文化局南美館團隊，同時邀請台南國家美術館籌備處共同對外說明。目前我們籌備處就編了1億4600萬的年度預算，原本南美館2館的這些，甚至於是包含1館的收入，算一算，包含從停車場或是委外的單位的權利金，或者是門票等等，這些大概差不多4000多萬左右。那如果我們的預算是，我們從1億4600萬來看，減掉這4000萬，事實上其實還有1億是增加。文化局數據顯示，移撥了後，雖然減少停車場甲場租收入，甲正常的營運相比，大幅下降大約35%，大約是減少4600萬。也毋過過去由市府承擔的固定成本，親像是水電1900萬，保全清潔甲設備維護大約2380萬，未來攏是由中央來承擔。升格改制為國家級的美術館，一來減少市政府的一個支出，二來也可引進國家比較豐富的一個資源。台南美術館的一個定位，它絕對不是只僅限於一個館的一個思考，而是我們在思考的是一個文化城市，怎麼來思考它全面的一個想法。國家美術館設置在台南，將有更加多國寶級作品以及國家級文化資源挹注。南美館1館將串聯江邊歷史空間，發展城市美術館計劃，每年嘛將共同推出優惠年票，對目前200塊調整到160塊。台南市民票價嘛對100塊降到80塊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